大家好啊！今早喺酒店食完早餐，就同咗小艾出嚟 dog walk，同佢行下。呢度啲環境好好啊，好乾淨。咁條友仔呢，真係喺度散步咯，佢就唔係跑嘅，亦都唔會搶繩，好乖女的。碎碎步咁行，好得意嘅呢隻白妹仔。跟住就有一個係中大型犬優先嘅地方，但因為冇狗喺裏邊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帶咗小艾入去 free run 啦，周圍探索，好開心咯。我整緊呢條片嘅時候，佢喺車度瞓咗覺，所以聽到有鼻鼾聲啊！你攰啊？你要上凳坐一陣啊 ，BB。喂，阿 Miss。